上升天蠍嘅人通常俾人一種神秘又深邃嘅感覺，佢哋嘅眼神好有穿透力，好似可以睇穿人心一樣。呢種眼神通常帶有少少距離感，令人又怕又好奇。佢哋大部分都中意着深色同埋簡約系嘅打扮，凸顯出內斂嘅氣質。上升天蠍嘅人唔輕易打開心房，唔太中意表露自己，面部表情通常比較冷靜同神秘，令身邊嘅人會不自覺咁有壓力。呢種特質有機會令人誤會，上升天蠍唔係特別唔中意你，只係佢哋天生防衛心重，需要時間先會慢慢變得友善。由於受冥王星影響，佢哋對危機特別敏銳，心理防線比較重。但係一旦佢哋覺得對方係值得信任嘅人，上升天蠍就會打開心扉，展現出極度真誠同埋投入嘅面貌。佢哋會用心照顧對方，用所有嘅精力去維護關係，亦都非常忠誠。呢份心情同埋承擔感，正正係佢哋最珍貴嘅部分。